北埔地区有着迷人的风情跟独特的体验活动，我跟某某来到这里，等不及要逛逛充满客家风味、古色古香的北埔老街，来一趟美食之旅，品尝最道地的哈嘎木头。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欢迎试吃哈，我们北埔的柿饼。这个就是柿饼吗？对对对，两下要到起饼，哎，你北埔的起饼，我们北埔是产地。下起在下起你北埔哎，来到北埔才吃得到的，是我们北埔的原生种。所以试试看，这里有4种，我们全台湾对全台湾所有的柿饼都在这边了。默默你要吃哪一个？这个好，好吃吗？好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好吃哦，好 Q 对不对？摸下去，好吃好吃。老街上各式各样的哈嘎点心琳琅满目。让我跟默默逛不完也吃不腻，而来到了北埔老街，有一道一定要品尝的私房料理，它独特的香气，光想就让我跟默默忍不住吞口水了。是不是肚子饿啦？你知道我们要吃什么吗？哈嘎料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来问看老板有什么好吃的。欢迎来了，两个点热天来点的是胡椒鸭、蛋肉蟹。入口即化哦，好，要不要吃胡椒鸭？好不好？谢谢老板，一大一小。好，一边做。香气逼人的夫椒鸭，使用夫椒调味，所以充满香气，软烂的口感，就连默默也吃得很满足。夫椒特殊的味道，也有很多人喜欢。默默要吃虾吗？你要不要加夫椒粉？夫椒粉棒哎，阿姨超爱吃夫椒粉，因为夫椒粉改每头动用哦。真的不吃？吃一口要不要？那我吃掉啦。超级好吃。北埔有相当多的客家餐厅，也有许多道地的哈嘎料理可以品尝。美味的客家美食让我跟默默印象深刻。默默，我觉得夫椒粉改每头动用哎。可是我喜欢吃虾虾。我觉得不管是夫椒鸭还是虾虾都很好吃，因为客家料理都好吃。